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9月初3，咱做来读以西结书第33章到第37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33章，上主对我讲：“君主啊，著甲你的同胞讲，我予一个国家拄着战乱，迄个国家的人民著对因中间选一个人做守望者。守望者看到对着敌军，就分扫角警告人民。若有人听到扫角的声，毋久无警觉，煞予对着害死，伊著为家己的死负责任。伊听到扫角的声，毋久无警觉，伊著为着家己的死负责任。伊若接受警戒，就会当救家己的性命。守望者看到对着敌军，若无分扫角，直到人民毋知通警戒，煞有人予对着害死，就是讲迄个人有罪该死。我嘛爱守望者为着迄个人的死负责任。民主啊，但我指派你做以色列人民的守望者，你著将我甲你讲警告的话甲因讲。若是我宣布某一个社会人一定著死，你却无去甲伊警告，劝伊改邪归正。这个人虽然嘛会因为家己的罪来死，毋过我要对你追究伊死的责任。你若有警告迄个人毋通继续做歹，毋过伊无要改邪归正，伊会因为家己的罪死，伊的死你毋免负责任。上主对我讲：人主啊，以色列人捌讲，阮的罪甲过失亲像重担，甲阮缀咧。阮因为安尼失志衰懒，毋知要安怎活落去。你著甲因讲，我至悬的上主记家己的活命立誓，我毋爱歹人死亡，爱因离开歹路来得到活命。以色列人啊，恁著悔改，或倒转，离开邪恶的行为，恁若要找死咧。所以，民主啊，著甲你的同胞讲，义人犯罪，伊早前做的好事袂救伊；歹人悔改，伊早前做的歹袂互伊灭亡。义人犯罪，伊早前的好行为袂互伊得到活命。我对义人讲，你定会活。毋过，伊若靠家己的好行为，煞开始犯罪，伊所有的好行为，我袂甲伊记得。伊会因为所做的歹来死。我捌对歹人讲，你一定会死。毋过，伊若悔改离开歹，做公平正义的事，比如讲，将伊偷来，也是别人抵押的物件，还互原主，遵守使性命的律法，无过做歹，伊一定会得到性命，袂死。我袂甲伊任何的罪记得。伊要因为所做公平正义的事，性命得到保存。你的同胞讲，主安尼处理无公道，其实因才是无公道。义人无过做好事，颠倒去做歹，因一定会因为安尼来死。歹人若悔改，无过做歹，做公平正义的事，伊要因为安尼保存性命。恁还在讲，主安尼处理无公道。以色列人啊，我要照恁逐个人的行为，甲恁审判。第12年10月初5，有一个对耶路撒冷逃走出来的人来我遮，伊甲我讲，耶路撒冷城已经沦陷。这个人来的前一暗，上主的气力充满我，互我话阁讲话。第二日早起，这个人来我遮以前，我的喙已经开，开始话讲话。上主对我讲：“人主啊，住伫以色列荒废的城的人民讲，
阿伯拉罕一个人就得到这块土地，咱人数遮多，这块土地搁较有用得，互咱做产业。你着甲因讲，我只管咧上主安尼讲，恁食甘花的肉拜五上，搁杀死人，还想要得到这块土地做产业无？恁靠刀剑过日子，做通业务的事，人人还工人。要甲想要得到这块土地做产业，你着搁甲因讲，我只管咧上主记家己的活命入世。恁住伫荒废的城的人民，要互人杀死；住伫野外的人，要互野兽吞食；秘伫堡垒也是洞内的人，要得到瘟疫死去。我要互这块地彻底拍远。因所夸耀的拢要消失，以色列的山要荒废，无人经过。我因为因所做一切通业目的事，甲因刑罚，互土地拍远的时，因就知我是上主。上主讲：民主啊，你的同胞伫城墙边，伫厝门口谈论你，因互相讲来讲去。来，咱来听看上主话讲什么。因规阵做伙来，亲像要来聚会，坐伫你的面前，敢若是我的子民。因听是听，毋过无去行。因的喙拢伫强调听，毋过因的心伫想不义之财。伫因的心目中，你不过是声音水、咬唱情歌，搁会晓弹琴的歌手。你的话，因一耳听，迄耳出，拢无去做。毋过，你讲的话真紧就会实现。你的话实现的时，因就知，捌有上帝伫因中间。第34章，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你着谴责以色列的领导者，对因传达我的信息。你着甲因讲：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，以色列的牧者，恁惨啊！恁单单顾家己，牧者兼毋是着照顾羊群。恁食羊奶，穿羊毛的衫，杀上肥的羊来食，毋过无要照顾羊群。衰懒的，恁无甲因顾养；破病的，恁无甲因医治；受伤的，恁无甲因包扎；失迷的，恁无甲因带倒来；失落的，恁无去找；恁颠倒用强暴、残酷管辖因，因为无牧者，羊群就四散；羊四散，就互野兽吞食。我的羊群伫大山小山迷路流浪，四散伫全地，无人照顾，无人去找。所以牧者，恁着听我上主对恁讲的话。我至悬的上主记家己的活命入世。我的羊群因为无牧者，煞诚做纳物，互野兽吞食。我的牧者无去找我的羊，因单单顾家己，无照顾我的羊群，所以恁遮的牧者着听我上主的话。我至悬的上主要甲恁遮的牧者作对，我要对恁收回我的羊群，不准恁搁做因的牧者，嘛无要互恁甲家己饲甲肥肥肥。我要叫我的羊脱离恁的喙，不准恁食因的肉。所以，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，我要亲身去找我的羊，甲因找倒来。牧者伫羊群四散的时，安怎去找伊的羊？我嘛要安尼找我的羊。因伫
乌天暗地的日子四散去逐所在。我要对遐甲因救倒来，我要对万族中甲因带出来，对列国招一因，带因倒来乡土。我要伫以色列正山的溪水边，好徛起的所在牧养因。我要伫好的草埔牧养因，以色列的关山要做因的牧场，因要倒伫青翠的牧场，伫以色列山里肥水的草埔食草。我要亲身做我羊群的牧者，互因有安息的所在。我至高的上主安尼宣布：失落的，我要去找；失迷的，我要甲因带倒来；受伤的，我要甲因包扎；破病的，我要甲因医治。毋过，遐个肥佮勇的，我要甲因除灭。我要照公道牧养因，讲到我羊群，我至高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要审判逐只羊，伫绵羊港甲山羊港的中间主持公道。恁才会伫青翠的草埔食甲肥肥的，想讲这是理所当然是无？恁竟然用骹吞踏食剩的草，恁啉清的水，竟然用骹甲啉剩的水拿互落。敢讲我其他的羊简单会当食恁吞踏过的草，啉恁拿落的水？所以我至高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要亲身伫恁这个肥甲瘦的羊中间主持公道，因为恁用腹肚边甲肩胛头溃衰烂的，用角甲因踏，甲因赶散去别位。所以我要解救我的羊群，互因无搁成做劳物。我要伫羊甲羊的中间主持公道。我要设立一个牧者，就是我的仆人大卫，来甲因治理，甲因牧养。我上主要做因的上帝，我的仆人大卫要做因的君王。我上主安尼宣布：我要甲因立平安的约，消灭因国内凶恶的野兽，因就通伫旷野安然徛起，伫树林内休困。我要赐福予因，嘛赐福予我的山四周围的地区。我要照时落雨，福气要亲像雨水降临。田野的树木要结果子，土地要出土产。我的子民要伫家己的土地安居乐业。我降断因歹的担，对压迫因的手甲因讨棒的时，因就知我是上主。因无搁做列国的劳物，互野兽吞食。因要安然徛起，无搁有惊吓。我要甲因建立一个农场，互因物产丰富。因袂搁因为饥荒受害，列国袂搁甲因踢笑。因拢要知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甲因同在。因是我的子民，我至高的上主安尼宣布：恁是我的羊，我草场的羊；恁是我的子民，我是恁的上帝。至高的上主安尼宣布。第35章，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你着对以东人传达我的信息，指责因，着甲因讲：我至高的上主安尼讲，以东人，我要甲你作对，我要伸手攻击你，互你趴荒荒废。我要互你的城镇趴荒，互你的土地变做荒坡。安尼，你就知我是上主。你对古早就怨恨以色列，以色列因为罪恶灌满受刑罚的时，你甲因放互人屠杀，
所以我至悬的上主给家己的活命入世，我要互你拄着老血的报应，血一定会对入你。你既然无怨愤他人老血，老人血的罪一定甲你填一世人。我要互西尼山拍远荒废，无要互人搁对遐经过。我要互以东所有的山遍满尸身，互倒台时的人倒伫你的山峦仔、山谷甲溪沟。我要互你永远荒废，无搁有人住伫你的城镇。安尼，恁就知我是上主。你捌讲，犹大甲以色列这两国甲因的土地拢是我的，要做我的产业。其实上主还伫遐，所以至悬的上主给家己活命入世。你安怎生气怨毒我的子民？我嘛要照安尼对待你。我审判你的时，要互因捌我。迄时你就知我上主有听见你侮辱以色列正山的话，讲这个山已经荒废，要互阮吞灭。你自个夸口无站赞攻击我的话，我拢有听见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，我一定要互你荒废。迄时全地要欢喜快乐。你伫以色列人的地拍远的时欢喜，我嘛要照你的所做对待你。西尼山甲以东全国拢要拍远荒废，人就知我是上主。第36章，上主命令我对以色列的正山传达伊的信息，将至悬上主的话甲因讲。上主讲：人主啊，因为以色列的对敌捌讲，哈哈，以色列古早就有的山峦啊，要变做阮的产业啦。所以你着传达我至悬的上主的信息，讲，因为对敌互你荒废，对四面吞踏你，互你成做其他国家的产业，互因的人民甲你取笑，当作笑谈。所以恁遮的大山、小山、溪沟、山谷、拍远的地、荒废的城，互周围列国占领受支持的，着听至悬上主的话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，我的生气亲像火在倒，要谴责列国甲以东人，因为因心存恶毒，占领我的土地，欢喜快乐将伊当作战利品。所以你着对大山、小山、溪沟、山谷传达我有关以色列土地的信息，讲，因为恁有受列国凌辱，所以我至悬的上主大生气入世讲，恁四周围的列国一定嘛会受凌辱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。毋过以色列正山树木会搁茂盛，为着我的子民以色列，恁遮人结果子，恁真紧就会转来。我关心恁，疼惜恁，要互恁的土地会当搁开垦种植。我要互以色列人口加添，城镇有人徛起，风波搁再重建。我要互恁甲恁的精生拢兴旺，生炭真多。我要互恁住伫早前住过的所在，想使恁比以前搁较多福气。安尼，恁就知我是上主。我要互我的子民以色列，恁遮的人伫正山的顶面行踏，因要成做恁的产业，袂搁互恁伫遐丧失儿女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，人捌讲，这块地为吞食人，搁互国家丧失人民。但
即块土地袂阁吞食人，袂阁互人民丧失儿女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：你即块土地袂阁受列国凌辱，袂阁受万国欺弃，嘛袂阁互人民丧失儿女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以色列人住伫因本地时，因的所行所做，将迄块土地拍落山。对我看，因的行为亲像经期中的妇女无清气，因为因伫遐杀人、拜偶像、拍落山迄块土地，所以我要将我的大生气摒落伫因身上。我要照因的所行所做刑罚因，甲因放逐去外邦，四散伫列国。人拢咧讲，这个人是上主的人民，煞着离开上主的地，因互我神圣的名伫引起的列国受亵渎。我珍惜我的性命，毋过以色列人无论互人掠去倒位，拢互我神圣的名受亵渎。所以，就甲以色列人讲，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，以色列人，我要做的事，毋是为着恁，是为着我神圣的名，因为这个名伫恁去的列国中受亵渎。恁捌互我的名伫列国中受亵渎，毋过我要伫因中间显明我的名是至大神圣，安尼因就知我是上主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：我要对列国中带因出来，对万邦召集恁，带恁倒去家己的乡土。我要用清水甲恁救，恁就清气。我要甲恁洗清气，除去恁一切的污秽，甲你所有的偶像。我要使恁新的心，将新的神放伫恁内面。我要对恁的身躯除去亲像石头遐尼重的心，搁想使恁亲像肉遐尼软的心。我要将我的神放伫恁内面，互恁为遵守我的规例，顺趁我的命令。恁要住伫我赐予恁祖先的迄块土地，恁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恁的上帝。我要救恁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嘛要互恁五谷丰收，袂阁有饥荒。我要互恁的树木熬结果子，田园出产真多，互恁袂阁因为饥荒受列国侮辱。彼时，恁会想起家己少的行为甲所犯的罪过，嘛要因为恁的罪恶甲贪厌恶的事验证家己。以色列人，恁着知，我安尼做毋是为着恁，恁着为着家己的行为见效歹势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将恁所有的罪结清了后，要互恁的城镇有人徛起，风波搁再顶建。这块拍远的地，就是过路的人早前看做风波的所在，但会当开垦种植。因要讲，这块以前拍远的地，现在竟然亲像伊甸园。这个拍远、荒废、互人毁坏的所在，现在变做坚固、有人徛起的城镇。迄时，你四周围也袂灭亡的国家，要知是我上主顶建荒废的城镇，搁再将风波开垦种植。我上主讲出嘴，一定实行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要搁回应以色列人对我的恳求，互因的人口亲像羊群遐尼多，荒废的城镇要搁有人活活缺缺，亲像耶路撒冷伫这期献祭的羊群遐尼多，安尼因就知我是上主。第37章，上主的开力充满我，伊的神带我去一个山谷，迄个山谷四界拢是骨头，
伊带我行透规个山谷，我看见骨头遍满山谷，遐骨头拢大颗颗。伊对我讲：“银子啊，这骨头减会阁活起来。”我因讲：“至悬的上主，这只有你知。”伊阁对我讲：“你着对这个骨头传达我的信息，讲高达的骨头着听上主的话。至悬的上主对恁讲：我要分气入去恁内面，互恁活起来。我要互恁生筋生肉，搁用皮甲恁包起来。我要分气入恁内面，互恁活起来。安尼，恁就知我是上主。我就遵照上主的命令传达伊的信息。在讲的时，忽然我听见起起哭哭的声，骨头甲骨头连接起来。我注意看，骨头开始生筋生肉，个皮甲因包起来，毋久无活去。上主对我讲：“民主啊，你着对风传达我的信息，讲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风啊，着对四面吹来，吹入去这个互人杀死的人内面，互因活起来。”我就遵照上主的命令传达伊的信息，气就进入骨头内面，因就活起来。徛地，因的数目亲像军队遐尼多。上主对我讲：“民主啊，这骨头就是以色列人。”因讲：“阮的骨头大颗颗，无黄芒，无前途，所以你着对我的子民以色列传达我的信息，讲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的子民啊，我要拍开恁的坟墓，互恁对望出来，带恁倒去以色列地。我拍开恁的坟墓，带恁出来了后，恁就知我是上主。我要将我的气分入恁内面，互恁活起来。我要甲恁安置伫恁家己的土地，安尼恁就知我是上主。我讲出嘴一定实行。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对我讲：“金主啊，你去摕一块插板来，伫顶面写犹大王国甲伊的人民；搁去摕另外一块插板，伫顶面写以色列王国甲伊的人民。然后将这两块插板连做伙，互因伫你的手中成做一块。你的同胞若问你，你兼无要甲阮讲？”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得甲因讲，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，我要甲代表以色列迄块插板连伫代表犹大迄块，互两块伫我的手中成做一块。你着将你有写字迄两块插板摕伫手里，互因看，然后你着甲因讲，至悬的上主安尼讲。我要将我的子民以色列对因受放逐的列国带出来。我要对世界各角落，甲因聚集起来，带因倒来家己的土地。我要互因伫以色列的正山，这块土地成做一个国家，只有一个王国统治。因无过是两国，袂过分裂做两国。因袂过因为拜偶像甲通厌恶的事，以及其他的罪过拍落三角旗。我要救因脱离悖逆的生活，甲因洗清气。安尼，因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因的上帝。我的仆人大卫要做王统治因，因要归属一个牧者，因要服从我的命令，遵守我的规例，因要住伫我赐予我的仆人哪国迄块土地，就是因的祖先住过的迄块土地。因甲因的子子孙孙要永远住伫遐。我的仆人大卫要做王统治因，直到永远。我要甲因立平安的约，这个约要成做永远的约。我要互因安居乐业，人口加添。
搁设立我的圣殿伫因中间，直到永远。我要徛起伫因中间，我要做因的上帝，因要做我的子民。我要互我的圣殿永远踮伫因中间，列国就知是我上主甲以色列分别做成。咱今仔圣经节伫以西结书第33章到第37章。